不過我想問下咧，嗱，before講呢樣嘢之前咧，咁有好多而家係工簽嘅朋友啦，或者係嚟讀書嘅朋友啦，佢哋係咪未有 MSP 噶嘛？唔會，嗰啲咧嗱，佢同安省做法唔一樣嘅。嗱，安省咧，如果你係一個學生過去讀書嘅話咧，佢係冇 O 協嘅。係，因為咧學校係要幫佢買另外一份保險，醫療保險嘅。係啊，咁同埋咧，如果喺安省咧，你要住過153日，你證明得到你可以住過153日以上咧，你先至可以有 O 協嘅。OK。係啊，如果中間嗰段時間我證明唔到我有 O 協，例如我 renew 緊個 permit 啦，或者我真係嚟申請我做 visitor， 但係我嚟申請緊一個 permit 咁樣等等呢啲情況咧。O 協嗰邊咧就冇嘅，咁即係 in between 呢啲時間就要買個醫療保險。係啦，要自己買醫療保險。即係等於啱啱回流翻嚟啊，或者啱啱移民嚟嘅時候，頭3個月咧，都要買一份落地嘅保險嘅。嗱，頭3個月即係大概90日，因為喺 MSP 即係喺 BC 省咧就第4個月嘅1號先生效嘅。係啦，咁即係話咧，如果我第一個月係30號先嚟咧，其實我買2個月加1日就得㗎啦。哦，咁樣嘅。不過呢個係 MSP，即係 BC 省。如果你係安省，你係回流嘅，你本身係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話咧，你去到有個住址證明咧，你就已經可以即時有 O 協㗎啦，咁我冇等候期。我想問一個門外漢嘅問題啦。如果我係Stream B， 而家工作簽證嘅啫，咁我都需要買保險㗎嘛？嗱，如果你係啱嚟嘅時候頭3個月左右咧，你咪要買咯。係過咗3個月啦，住耐咗啦。住耐咗，其實你已經係呢度嘅人嚟㗎啦。咁呢度嘅人喺佢嗰度，雖然你唔係 PR 或者你唔係公民，但係你係呢一度嘅。可以長期住喺呢度嘅，因為你個 permit 係超過6個月。係啊係啊，咁你就已經可以申請 MSP 㗎啦。哦，咁樣嘅，即係已經係全民醫療保險㗎啦。係啦，可以咁講。明白。